呢度係冇嘢啦。我覺得開始要寫名啦，如果唔係，憑佢粗糙嘅表面，有歷史啊！呢粒係咪 Jordy 帶翻嚟嗰粒？踢咗啦嘛，佢美國帶翻嚟嗰粒。用得太耐，唔係呢個另外買，我已經另外買啦。我都打啦。見得教練多啊，而家教練跟住就打。佢哋好似就係嘛？有備正好啊！轉咗做Little cars。開始有少少唔係好夠反應。話自個 remote 開始有少少唔好夠反應。頭先係邊個犯規？85啊！即係一個一係嘛？45。即係2對1點分。但係個面波開始有少少停穩咗嘅個標。見翻3次啊！佢隻天賦係天賦。好似少少窒 ，feel 到用咗1-2次。3對2啊嘛？左3右2啊嘛？第一球炒。
數2-2，天拋3。黑色天拋4次，10。7-2，3-4啊嘛，16號3分，3分入。
雙方天花滿。完啦，10秒。我識英文，我同佢拗緊啊！我唔識英文啊！我講廣東話。我講咗 like the position 啦，咁啊 what position，跟住我唔係識答啦，撲街點樣同佢講啊？多交，拜小姐。
8 second。3秒。22公板，22兩分，22炒。1號公板，1號2分入。19號2分，2分入。我 send 俾你，send 俾上數啊！我啊 send 俾你，我都有上數，佢都俾人公嘅，我上數你都要啊？係啊，佢都有。但我唔知啊，試下咯，都要試下點咯先，真係點先得啊！12、13分。
17號3分炒，1號公板，1號2分炒。天花係咪4次啊？45分入，11號2分炒，3號17號2分炒，11防板。公板17號3分，45助攻，11號2分炒，7號防板，17號3分，45冇嘢，7號防板。11號3分炒，17號防板，10號3分炒，17公板，17號2分入，10蚊，20對23。盡量避免左邊跑嘅。好耐冇聽到呢個啦。你準備要少偉似未好？趙慧慈，少偉似好撚痛苦。痛咗幾日啦？呢排又唔痛。分咗2粒。你分咗2粒？哦。蚊一粒幾錢？我翻大6蚊嘅，佢係啊6000幾咯。2粒啊？2粒加埋定係？好似1粒6000咯。咁撚貴？定我唔記得因為我阿媽俾錢嘅，嗰啲同我6000。
300。3分，13房。45房板，9號2分休。24房板10係唔到冇聲開，3號板，3號板佢係23、28。睇到。23秒3，點抽2到3？有啊，俾我兩粒機，whatever you want, man.
4次。天拋門。有冇人3犯4？佢哋13咯，13。1分鐘。3號先，3號2分炒，16號過板，11號3分，3分炒，7號防攻板2分入，31、32。又2分，5號助攻，10秒，8號助攻。係啊，玩晒試嘅，所以都叫一字馬到。
分，3號防反11號三犯11號三犯。3號3分。Yeah! Good play, Sean. Oh, good D. 1號 steal， Run. 80號2分。頭先睇邊個犯規？39-40。6秒。45號啊458秒。8秒。我應該都有，我出嚟呢個餐。係咯，你試咗呢個餐前。可以。
1號防板。1號2分，2分入。係咪唔係咁啊？A1啊嘛，A1啊嘛。嘢幫你買嘅嘢。9號4分。係咪係失界人打過嚟？1號防板，1號2分炒，33防板。9號2分炒，1號公板。邊拋4次收息，2對4啊！佢第一球未射啊！未射。大包，大包。
係啊，我係 backcourt 嚟。係 backcourt，個 backcourt 幫佢計籃球，梗係唔係啦，計個人嘢啊嘛。好嘢，佢係講中文，唔係講英文。點解你哋未夠兩你哋分？二，佢哋四。你哋二，佢哋真。二啊嘛，啱啊。西明應該贏過，最少贏過。你西明應該贏過。你哋攤包用晒喎，你哋攤包用晒一兩次。午飯啊，13號午飯，13號午飯。你睇 OK 啊，我大佬。睇火機鐘有咩料啊？走火警喎大佬。午飯13午飯。咩事啊？咩事？唔知。9號燒。2分炒11號。11號4飯。10。11號4飯。Good.